6月27日陪你讀新約使徒行傳第4章1至22節。彼得、約翰在公會被查問，使徒對百姓說話的時候，祭司們和守殿官並撒都該人忽然來了，因他們教訓百姓本着耶穌傳說死人復活，就很煩惱，於是下手拿住他們。因為天已經晚了，就把他們押到第二天。但聽道之人有許多信了，男丁數目約到5000。第二天，官府長老和文士都耶路撒冷聚會，又有大祭司亞拿和該亞法、約翰、亞歷山大並大祭司親族都在那裏。叫使徒站在當中，就問他們說：你們用什麼能力，奉誰的名做這事呢？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，對他們說：治民的官府和長老啊，倘若今日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問我們，他是怎樣得了痊癒，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，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癒，是因為你們所釘十字架，神叫他從死裏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。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，已成房角的頭塊石頭。除他以外，別無拯救，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。他們見彼得、約翰的膽量，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。又看見那治好了的人和他們一同站着，就無話可駁，於是吩咐他們從公會出去，就彼此商議說：我們當怎樣辦這兩個人呢？因為他們誠然行了一件明顯的神蹟，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，我們也不能說沒有，唯恐這事越發傳揚在民間，我們必須恐嚇他們，叫他們不再奉這名對人講論。於是叫他們來，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。彼得、約翰說：聽從你們，不聽從神，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們自己酌量吧。我們所看見、所聽見的，不能不說。官長為百姓的緣故，想不出只刑罰他們，又恐嚇一番，把他們釋放了。這是因眾人為所行的奇事，都歸榮耀與神。原來藉着神蹟醫好的那人有40多歲了。